中油高雄林园厂防检机讲有5000吨的化合物质外泄，市政府派人去勘查，初步怀疑讲有可能是设备破气造成外漏，也毋过数量敢有5000吨，遮尔济爱搁确定。环保局嘛建议照控无法处罚，限期改善。检查人员来到中油林园厂清查了后，确认丙烯漏泄。研判是丙烯制作的设备破损，导致丙烯进入换热冷却水，将以空气污染防治法处罚上悬2000万，而且限期改善。确实有泄漏的情形，本局将依空污法处分10万至2000万元，并令其5月底以前完成改善。市府比对这个厂房的原料甲产品的流量有5463吨的落差，不过原料经过着定时产出着乙烯、丙烯，还有其他的石油化合物。因为产出物毋领丙烯，漏泄的数量偌济，搁要统计。中油嘛回应，这漏泄的数量无济，对着环境还有空气的污染，是比国家的标准一个较低。散热器可能有稍微轻微的管束有破漏那就导致整个丙烯呢就掺到整个冷却水里面了。新三星工厂相对是新的石化厂，而且它环评通过后，环保署是一直有在定期做环境督查监督，居然还是出这么大的包我觉得中油实在是太离谱，太令人失望虽然环保局是声称这个监测周界的浓度都是符合所有的法规的规范，但是事实上所有的监测值我们其实是没有看到中油证实2月就有发现，因为甲中下游厂商供应链的关系，才会排定5月下旬要停炉。不过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经济部为去年开始就要进行林园工业区3年总体检的计划，欢迎真侪届拢无互民间团体来参与，呼吁政府应该把检测也是体检的资料公开，互民众安心。记者王刘铁丹、hen坤报道。